小狼狗啊，吃人嘴软啊，这样。对啊，他就是吃软饭，吃软饭。你是小狼狗吃人嘴软，你是有什么经验啊？没有，跟大家聊聊。不要讲出来我们女网红的辛酸。欢迎来到我们的课语半生熟。耶！好，我们今天要学习跟无尾熊的无，对这个字有关的课文字。遊戲規則：特天節目中會伴大家群台黑家事，伴裏邊湯可能幾個用巴拉意思，延從熱天朝地熱歡，到底馬沙集片基本呢個坑意矮最送你。第一題，抹菜，就是抹菜啊，他就觉得是浪费的意思，应该就是浪费就是吧？浪费，因为直觉很直觉啦。浪费我相信观众朋友应该这一集会浪费。对啊，这一题可能会猜对。好，我们上提示道具。好可爱，好美。是捞鱼耶！他给我破掉网这也太破了吧！观察。白忙一场，白费功夫那一挂，这是白忙一场啊，白费功夫。对啊，真的是捞不起来。好啦，那我要公布答案喽。答案就是枉费、白费的意思。白费，所以应该是你，我比较接近吗？是你最接近。谋财，谋财。好，那我们接着第二题。没有牙根就是。我又写没办法，就小狼狗啊，吃人嘴软啊，这样。对啊，他就是吃软饭，吃软饭。你是小狼狗吃人嘴软，你是有什么经验啊？没有，跟大家聊聊。不要讲出来我们女网红的辛酸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提示。足，象棋的足，象棋的足，足就是最容易死掉的那个，好难哦。小是什么？没有是什么，就是小啊。牙根啊，它没有地基啊。然后足，我刚刚就想到说，它可以直接把上面的人吃掉。觉得他是小人物，然后他又没有牙根，所以他就是吃软饭。你是写吃人嘴软啊？没后来敢吃软饭。内心在吃软饭那个直接蹦出来，蹦。对。好，我要公布答案。没担当，没有魄力，这有点接近了，有点接近了，对，有接近，很接近了。他可以吃帅，就没担当。对，他很有担当，瞧不起他哎。他上面写了足啊，我没有用丁，我用足啊。好吧。好。摸牙劲，摸牙劲。好，接下来这一题。不应该啊。这个字中文应该怎么念呢？就不应该。都是形容词哦。我觉得不行啊，就是按你这样做不 OK， 其实是没办法的另外一个词哎，要是没办法还是没有自己有一点说，你这样不对的感觉。对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提示。好烦哦，好烦哦，这超级没关联的。形容词，形容词，根本就不知道，放弃。没错 ，difficult， 自暴自弃。答案是没那么简单，没那么简单。其实已经是都很靠近答案了，只是因为它有一个无，就是没有的意思，所以该是简单，该是容易，所以没有容易就是没那么容易。太难了吧？猫眼盖，猫眼盖，猫。唱什么唱？开个人唱会是？好，下一题。我的直觉是，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吧。一路顺风，我是写到相反的词，姻缘很烂。我今天要不要跟大家聊聊感情的事？我还好，我现在现在不是很重要。哎，你们两个是一样的，因为无解无相就没有东西，没有刹车什么的那种感觉，没有刹，就是没有纠阻碍啊，哦，一路都很顺畅。我看到是没有结果，然后没有被煞到，对，没有被没有被任何人煞到，对，没有煞流哇那种感觉。好，那我们来上提示道具。他东西，等一下，他冒冷汗，他在伸懒腰，他在伸展，他一定有原因才摆这个 pose。对，有，他真的有原因，所以他就是不是冷汗摆这样哎，他是流汗。pose 是重要的吗？pose 重要吗？有关联，有关联。哇，怎么擦掉？就没法抖啊。那我写没法度，没法抖。好，我们恭喜诱人的没办法，终于恭喜，真的是实至名归，没办法大师。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真的没办法，这种感觉。摸感摸三，
摸感摸塞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这一集的最后一题，哇，最后一题，好难哦，那个最后那个字还不太也是形容词吗？也是形容词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提示道具。来，哎，而且它两面，那就是没有闲时间呐，因为他就是忙不过来。可是你怎么会这样说千手观音？他怎么会忙不过来？好啦，就这样啦。啊，你也是每个。我不是，我是救众生，救众生，这是动词吧？好，我要公布答案了，忙得不对可开哦，交。那我们蛮累的。有没有礼貌啊？就是很他没有，他很有能力耶。千手观音他能力很好。对啊，又被提示骗了。摸憨切菜，摸憨切菜。汉语开就是点熟熟，你上爱讲话虚碌碌，天出爱看汉语扮上熟啊，汉语扮上熟。大家好，我係春餐哥，歡迎收看漢語扮上熟。今日我講嘅係摸，個有老摸啊，喺偏向書上會用到。你莫看摸呢隻字，從你乜解讀摸哦，到喺漢語地圖啊，有千多個詞彙要用到摸呢隻字。個上司啊，摸呢隻字啊，到喺嘅學位地圖啊，為撈個學路啊做得通得。比如講摸彩，摸彩。冇柴工，嗱學老喂冇菜冇菜工，係同樣嘅意思。成個人啊，付出心力啊，結果啊冇得到應該得到嘅結果啦。冇柴，要越口拍拍嘅牙齒係錢多社媒人幫忙到上來要嘅事情啦，還要牙堅啊係錢多社嚟人啊，當上點嘅氣魄啦，嚇，因為咁樣啊。前有男子嘅氣概，咁係講有牙堅啊，是有氣魄；咁冇牙堅是冇氣魄、冇擔當咯，唔係啥？冇牙堅是冇擔當嘅意思啦。你堂佢講到嘅暗河堂啦，咁正經係唔記做嘅事啫啦，佢有講解講理，冇牙堅啊，當定然咯，冇牙堅。跟人嘅身體啊，唔係容易兩易用先嘅啊，冇眼蓋，咁冇牙堅嘅人外邊先有牙堅啊，梗係冇眼蓋喲。你我要時間，我要辦法，天天都慢慢來磨，就會成功。你容易是想我揭到嘅高山動盪啊，梗係是冇眼蓋喲，冇眼蓋，冇近冇實。冇間冇實嘅格殺啦，嘅意思係辦法對策嘅意思啦。嘅冇間冇實咪再講係冇格殺，嘅意思係咁點樣辦就好啦，乃唔好咧啦。比如講嗬，呢個成員嗬，個先生對技術乃唔好啊，正經是冇間冇實啦。佢呢個人嗬，冇錢財本於身看啦，佢當為冤，一天才冤到計嗬，冇格殺嚟先啲啦，就我基本先生看啦。冇格冇實，冇慳切擦，嘅冇慳切擦嘅意思啊，係講事情當多，冇時間好歇困啊。像我啊，為到見本嘢係錄人啊，打咗行起來是冇慳切擦啦，咪到咧，即刻差唔多被斷掉。我用翻去按冇慳咯，慳咩味道提即刻，慳咩味道不喺客家話，就喺度生發地圖，就喺堂地度。嘿，冇講按到講按到嗬，從我極會睇咯。其實嗬，我未當偏倉啊，冇慳切擦。好咧，呢度天天看電視啊，我半樣啊，讀博啊，咩計咩理啊，要讀到成年啊，要到事情嚟去提手啦，講埋個圖機器，現在我哋協商階段，埋個作業階段，添麻煩啦，我啊。先嚟撈啲停手，我不記咩到冇慳切擦，嘿，等耐了，我覺得我們這一集真的蠻強的，是因為我們兩個太聰明嘛，而且我們這一集字都蠻漂亮的，還不錯。你有發現對不對？三個字很類似，三個字類似，亂中帶美。對，我們這一集一定是所有集數裡面字最漂亮的。我覺得你的話太重，到底誰字最醜？我不要想，不行。